的真欢喜，笑声无我想。先去放雨水，对吧？咱若落雨的时阵是凉去甲咱放雨水的哦。阮的古水的广告，即个活动是逐个月会有一届，逐个月拢有无共款的人来讲故事。阮这是有去甲扶轮社制接，讲好双方合作来办活动。若有趣味的人会当定定注意阮的面册专页来事先报名哦。搁较好。哇！请问你敢有学过台文？台语的语。细汉敢讲即马袂晓。哦，我想要问你的是文字哦，无对吧？毋过你念会出来呢。对。所以呢，其实咱是足紧就熟手啊，对吧？对，好，多谢。就是知道有一群人在很努力在进行这个活动，我觉得你懂一个语言，就是会懂它的文化。那所以这个动作是一个传承，然后是让孩子就是知道我们的根哦，我们是在什么样子过去长大的人，然后就很开心这样，也很感谢。那以后如果有，就会持续的参加，对。咱规家平安，好过年。哦，你顾咱留第四届啊吼，咱留第四届啊，多谢。我为宜兰过来，阮某是真想要互伊讲台语，我感觉这活动袂歹啊，就因为我看到遮侪囡仔拢会使讲，其实可能真正为细汉开始讲有差，我感觉是有差。还是你想要用什么方法？这种人的外表的。好，安尼你请讲。气数头名，屁股踩个兄，三后背手柄，四头有当家，五连风过命，六块互人听，七八种人，八二十草命，九八树头，十去二三声，十一九我顾文件，十二只是天好命。哇！多谢这位囡仔，带好是我的囡仔。我家己的愿望是讲台湾的社会啦，会安尼个转来一个多元、平等的一个社会，毋是干那一种文化尔，会安尼是有足侪文化，大家感觉足丰富的，每一个文化的主体拢感觉对家己足有自信的，对别个文化嘛足尊重的，嘛拢足有兴趣的，我感觉这就是一个真好的现象嘛，真好，安尼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勇敢啊牛，好嘛？高水的广告，予你笑眯眯。高水的广告赞。